今得罪耶稣所罪，请真无输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要敬拜你。愿恳求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，怜悯阮、帮助阮。亲像早前失去耶稣这学生伫因行遐的时，主你亲自安慰因、坚固因，重新开因的心，互因认捌你的权能。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恳求上帝，你用你的圣神以及圣经话面的话来教习惯。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信心得到坚固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咧听咧读的时，我心中问我家己一个问题：我家己的信仰，我家己的信心，减无互我伫任何的风影的中间，拢无受到影响甲惊吓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敢会通问你家己，你的信心敢有够格帮助你？无论咱的人生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你拢讲我无受摇动。今仔日这个故事对咱来讲真重要，因为伊甲咱讲，任何人拢亲像彼得、约翰。咱伫人生风影的时，有时拢会有惊吓。愿咱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来得到造就，咱嘛亲像彼得，看到耶稣的时，马上就抓住耶稣的手。愿主对恁讲话。8月开始，咱的教会查经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我一直咧思考讲，当咱读了经言。搁来，咱要来读啥？后来我就甲查经班的遮的兄弟姊妹做伙参详。后来阮选择一个题目，就是阮要重新读耶稣的故事。阮要重新来了解伫福音书中间耶稣所讲的每一句的话。大概要用2-3个月的时间，重新来认捌咱所跟对。咱所亲信的耶稣，咱问耶稣讲：耶稣，你对我讲了什么话？然后咱问咱家己讲：我所了解的耶稣是一个什么种的耶稣？今仔日这是一个开始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故事是耶稣甲彼得、拿但业、约翰，因伫拜一的下早，伫礼拜一的清早。因重新见面的时，因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读约翰福音21章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对，你若会想要得到圣经的造就，你重新安静，亲像牧师，我甲经文印出来，每一句话读，有感动我的，我伫边仔写，为什么我受感动？约翰福音是一本真特别的福音书，因为伊内底有真侪话是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伊毋捌安尼用的。咱所在一句上重要的话，圣经讲神爱世人，就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。所以约翰是一个真够听讲道，嘛是一个真够抓着重点。因为一生真正是互主会听改变的人，所以当咱咧读约翰福音的时，咱会得到真侪信仰的造就。今仔这个圣经中间有一句话，是约翰伊真特别，伊咧讲道，伊咧写福音书中间，伊习惯伊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话。咱拢知影，牧师常常甲恁讲，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真正安尼写伫福音书内底，唯一只有约翰出现25摆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个实实在在，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阿门，阿门。信息的字其实就是阿门。
所以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这句话伊真重要的表明，就是伊赢过所有圣经内底每一句假实的话，因为伊是耶稣真坚定、真严肃，伊安尼选读的，伊就出现伫最后一摆，就出现伫约翰福音21章18节。咱伫今仔日的故事就亲像耶稣亲自对恁讲道，因为今仔这段的故事，咱嘛会当来看做是国外的主耶稣，伊来找失志、消沉、放弃绝望的，特别是彼得。耶稣来到彼得、多马、拿但业，当然有约翰。耶稣来就近伊。今仔这个故事是一个真水的故事，嘛是耶稣伫迄个所在，通过讲道各一摆来造就坚固这个门徒。所以今仔这段21章有互咱有真侪信仰的题目，甲反省的功课。所以就亲像今仔这礼拜节，伫清早的时，耶稣不知不觉来到咱礼拜堂。有无书你看讲耶稣不知不觉来到礼拜堂。我唔知恁敢有期待讲，恁逐礼拜来做礼拜时，你会当看到耶稣。咱一世人来做礼拜，可能嘛从来唔捌看过耶稣，对不对？我嘛是这种的基督徒。但是咱敢有可能伫咱的心灵，咱互耶稣忘掉，然后咱甲耶稣讲：耶稣啊，是你来吗？今仔这个故事讲，这学生看到耶稣的时，因唔敢问，敢有可能3天前、4天前，我耶稣已经死伫是位地顶悬啊？靠有可能耶稣是你嘛？真正是你，搁活伫阮的中间嘛？兄弟姊妹，读圣经爱用这种的感情来读，你才读有这个温度，这因所讲的圣经内底。语言所表达无够，迄种的生命的感情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来读约翰福音。8月份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伫圣经的内底来受造就，搁较深来认捌耶稣，来认捌耶稣所讲的话。咱拜六永暗做伙查经，欢迎恁来。约翰是一本真特别的福音书，伊特别是写予非基督徒、非犹太人，所以用真侪智慧性的话。伊第一句话，约翰福音第一句，伊就讲：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。起头有真理，真理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真理。这个真理来到这个世间，充满稳定甲真理。这个道。上帝家己，上帝所讲的话，伊要带来智慧甲稳定。所以当然，约翰福音有真侪记载，嘛是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毋捌使用的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中间有第二种的特色特质，就是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，我是。约翰足深去感受到，当耶稣讲“我是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种的意思？兄弟姊妹，有时咱读圣经，咱无亲像约翰这么敏感。耶稣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咱听咧拄久，安尼无无明，迄个话就过去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当你听到耶稣讲 “I am”， 我是。Ego eimi autos， 恁会记得牧师已经甲恁讲几摆啊？我就是，我真正就是我家己。这是约翰福音，伊真特别的。所以将约翰将耶稣的迄个真特别的迄种生命的特质，伊将这个话甲真清楚记来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世间的光，见若群对我的人，无搁再踮伫黑暗中。”耶稣讲。见了劳苦背当大的人，通来就近我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圣神摇动恁的心，互恁对心中有一个期待。主啊，搁再讲，搁再讲，
更较清楚将你的话讲互我听。亲像耶稣对伊学生讲道同款。今仔故事起头是咧讲起伫礼拜日的阴暗，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一阵真郁卒的人。第一个看到耶稣跟我的圣经讲，伊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莫大列的玛利亚。伊伫梦里看到耶稣跟我，伊走出来甲学生讲，无人要相信。第二伫礼拜暗的中间，这学生因自责，伫一间厝的内底，心中惊吓，互相安慰。耶稣出现讲，愿恁平安。迄是第二摆。当然，迄个中间已经有人伫伊芒我路上的两个学生，因走倒来找这群人，应该讲，阮伫路年已经拄着，阮已经看到我的耶稣，伊安慰阮，伊对阮讲话，说我的心火热，我的目睭得着金。但是彼得无伫这群人，伊无伫礼拜日的透早伫梦里，伊嘛无伫礼拜暗伫迄个房间的内底拄着，因为彼得已经倒去。伊徛起的所在，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讲，伫迄个清早的半暝的时，郁卒无法度等到天光的彼得，伊就甲伊兄弟讲：啊，恁要去倒位救灾恁啊！我要来掠鱼。今仔圣经讲，我要来掠鱼。这句话是一个形容，是一个动作，但这句话有足深的信仰的宣告讲：我要倒来重操旧业。因为彼得本来是一个讨喜人，所以当彼得讲第3节，伊讲我要倒来拍，我要倒来掠鱼，其实就是真正伊已经绝望啊！我苦苦跟随耶稣3年，我耶稣已经死啊，所以我倒来重操旧业，我来掠鱼。这学生。唔甘彼得的孤单，伊就甲彼得讲：我甲你来。照着圣经的故事记载，拿但业、多马、彼得以及约翰，因这个人伫天也未光之前，伊就各自出去，伫迄个湖面顶悬开始拍网掠鱼。圣经讲因规暗拢掠无鱼，这种的意志消沉。这种的动作，就是好亲像咧形容咱伫人生中间无用志气、无才干。2礼拜前，我甲恁读这段圣经讲，人伫一生走东走西，无用志气、无才干。今仔圣经的故事嘛是咧描写这种的人生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人生毋是无用志气、无才干。因为这个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伊要改变咱的生命。彼得甲伊的同学、甲伊的同伴讲：啊，我要倒来讨鱼啊！因就甲伊讲：我甲恁来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伫迄暝，因什么拢无得到，直到天光，忽然有一个学生大声喊讲：恁看，伫迄个河边是咱的主耶稣。今仔圣经记载，其实就是约翰伊讲家己，伊无讲约翰伊夸口家己讲，干那我是一个真有智慧、够敏感的人，所以我看到耶稣，我马上就知影讲，哦，伫咧远远的差不多100公尺的河边，迄是耶稣。约翰伫遐讲是主。圣经的记载讲，迄个时阵，彼得马上啥物拢无做，一个就跳落去水的内底。这段的故事，互咱想到，彼得看到耶稣行水面的时，伊嘛是第一个甲耶稣讲：主啊，若通互我，嘛亲像你行伫水面来接近你。彼得一向拢是有一种真积极，毋惊死。深信的热情，但是伊嘛有意志消沉的时。兄弟姊妹，倒来到伫今仔日礼拜，牧师问恁的第一个话，咱感觉
咱的信仰，敢真正已经坚定，会当帮助咱。无论咱人生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咱的心拢无受摇动。关注的圣神帮助你甲我，这是无可能。但是伫人无可能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关注的圣神，甲恁做伴，以马内利的稳定，互咱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真爱。阿免嘛。原这个故事真做咱共同的故事。约翰伊无讲我，伊讲耶稣所听的门徒，伊记载迄个时阵，我看到耶稣的时，我就回头甲彼得讲：彼得，耶稣。约翰无跳落去，但是彼得马上就跳落去。圣经讲，彼得对迄个船的顶过，因为因咧讨鱼，所以应该因为外袍外衫暂时脱起来放伫边啊。彼得马上就将迄领衫下咧，然后就跳落去找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故事对这个所在开始。后来门徒真紧，就将船搁倒来找耶稣。伫迄个时阵，大家拢点，无人敢问耶稣讲：耶稣是你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捌伫你的祈祷中间问讲：主耶稣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常常有这种的讨愧。咱问讲：主啊，是你吗？较有可能。你明明都老岁，你明明都伫十字架顶悬断开，我嘛明明将你带伫咧亡人，较有可能。但是约翰讲无人敢问，因为因知影耶稣要甲伊讲，我死有3天要搁再过活。兄弟姊妹，愿这个主耶稣救醒咱的信心。所以今仔日这个耶稣甲这学生做伙见面的这个故事，其实对咱做基督徒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耶稣要通过伊甲咱的交陪，重新建立咱的信仰，重建咱甲耶稣生命的关系。以前的彼得对耶稣是一个理性，是一个肉体。理性甲肉体的决定，会因为人的死就结束。但是这个国外主耶稣出现了后，耶稣犹原做头一日，看到彼得，伊所讲一句话，因为耶稣看到彼得的第一天，伊甲伊讲：来跟从我。今仔日的故事，耶稣甲伊讲到。甲伊鼓励，甲伊说明了后，耶稣嘛甲伊讲一句话：来跟对我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你敢真正深信？你有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来跟对这个主耶稣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，甲咱的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一个永远无法度搁互人阻挡咱的深深相信生命的关系。这是约翰伊真特别的看见。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故事安慰咱，因为伫这段的故事中间有一个足特别的一句话。耶稣3摆问彼得讲：你爱我吗？或者恁今仔倒个重新看这段话，伊3摆问伊，但是耶稣第一摆问伊的时，伊用一句真严肃的话，伊讲：你爱我更深吗？你有听我赢过这一切吗？或者注意这句话，耶稣第一摆问彼得的时，伊问伊讲：你有听我赢过这个吗？约翰无做解说，但是合理的解说。耶稣问彼得讲：你有听我，搁较深听我嘛？伊的意思有足济含义，因为伊拄啊落船，
因为已经离开耶稣，因为佢定心重操旧业做讨喜人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有听我较深吗？”伊嘛是问咱，亲爱的姊妹，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的节俭吗？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的家庭甲婚姻吗？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一生中间的任何迄种的利益吗？这是一句真清楚、真深的邀请。因为当彼得甲耶稣讲“我是的时”，耶稣对伊心中予伊的祝福，就是我目睭前、我头前一个人，将来要用伊生命来荣耀上帝。我阁讲一摆，互恁听，恁无论恁考试考偌好，都不足以成为荣耀上帝的人，还不够，不是讲袂使。但是有一项，就是恁若愿意甲耶稣做伊学生。今仔日个彼得耶稣最后甲伊讲：“来跟对我，你少年的时阵，你随随便便自由来行。”但是到你年纪大时，人要拔你的手，带你去你不爱去的所在。这句话咧讲，彼得为着耶稣放弃。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有一日将来，你要为着我放弃你所有的权利。你少年的时阵追求民主自由，你的欲望，但是到你年老的时，你只有是失业的学生。”然后耶稣无讲出来，但是约翰甲伊用寡妇写起来。伊讲当耶稣咧讲彼得的时，伊的意思是讲，这个彼得将来伊的死，伫十字架顶悬的牺牲，是要荣耀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对咱讲话。当彼得讲：“主啊，你知。”我听你的事，耶稣甲伊讲3摆。第一摆讲你饲我的囡仔，饲我的羊仔。第二摆甲伊讲你牧养，你管理我的羊群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一只，会晓生无一定代表会晓教。兄弟姊妹，会晓生都爱会晓教。但是咱无人出世，都会晓做一个100分的爸爸妈妈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将这个牧养羊群的责任放伫彼得的肩胛头。耶稣嘛甲伊讲：“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伫你的手中，你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，你所关的门无人会当开。”耶稣讲：“伫你的生命顶悬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”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建立一间为着耶稣来牧养任何需要的人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愿这间教会是每一个人入来，会伫这个所在，伊的生命会通得到满足，因为咱听到耶稣的话。伊袂当互耶稣的听蒙着，因为咱亲像这个意志消沉的彼得，重新去活起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话拄则我有读过，今仔日我阁读一摆互咱听。约翰福音2章14节，耶稣问彼得讲：“西门，你听我较赢遮的吗？”兄弟姊妹，你该转做。耶稣亲自来问你的话，好唔好？你该转做耶稣问你的这句话，好唔好？不是牧师问你，是耶稣问你。你有听我吗？你有听我赢过这个世间吗？你有听我赢过你的职业吗？你有听我赢过你的婚姻吗？你有听我赢过你的爱情吗？你有听我赢过你的银行的口罩吗？你有听我赢过你的残能躯体吗？
你有听我赢过你的自尊民主吗？兄弟姊妹，主耶稣问咱讲：你是一个心上学生，你来对我，你爱我为你做什么？咱敢会当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互我一生滚对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伊的话真侪咱的使命。今日圣经有3摆啦，但是第2摆这个圣经伫汉字的翻译叫做“牧养我的羊群”，毋是干那互伊食、互伊穿、互伊用，毋是。第2摆耶稣所用的这个语言，是一个真正属灵的语言。彼得毋知影耶稣甲伊讲这句话真正将来意思是甚么，但是耶稣讲：你牧养我的羊仔囝。将来我要将真侪囡仔、真侪新的基督徒、真侪想要认捌耶稣的人，我将来要将因交伫你的手中。耶稣甲伊讲，照顾我的羊群的意思就是领导、管理、领导甲管理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今仔这个耶稣所予伊的责任，后来我的阳光。全世界上出名的礼拜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，伫罗马的梵蒂冈。恁敢知影要入去个大门中间，恁第一个看到上大神的雕像就是彼得。因为传统上2000年来，所有的教会用彼得做第一个教会的教宗，第一个教会上要紧的信仰的老师，代替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教会代替主耶稣，养饲咱的囡仔，牧养咱的囡仔，教育咱的囡仔，管教、责备，将上帝的道明明讲给因听。耶稣通过这3摆，伊的对话，讲你听我嘛。有人解说讲这个故事，为什么耶稣遐尼啰嗦问彼得3摆？有人安尼解说讲。彼得真见笑，因为伫耶稣受了迄年，彼得3摆好认伊是耶稣学生，因为看到伊的老师互人掠，罗马的兵仔甲伊掠的时阵，人问伊讲：你是耶稣学生吗？彼得会因为惊，所以3摆讲：毋是，毋是，我毋是。所以有人咧解说讲，耶稣为什么3摆问耶稣，问彼得？意思就是耶稣要安慰、要医治彼得的见笑，甲伊的信心。但是最后当伊讲了时，耶稣甲伊讲：来跟随我。耶稣甲伊做预言讲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。拄则牧师有甲恁分享讲，独只有约翰福音有安尼描写耶稣咧讲话进前的口气。有的人拢直接写讲耶稣讲，但是因无写耶稣伊讲我实实在在，这是一个足强烈的强调。出现25摆，伫约翰福音中间25摆，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希腊语新约的圣经实实在在这个字就是阿门，阿门。英语叫 truly， 就是意思就实实在在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真正甲你讲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甲彼得所讲的话，你少年的时怎样，你年老的时要怎样？这句话我无全部拢用出来，但是我要互兄弟姊妹用这段话做祈祷。主啊，我的少年的时阵是怎样？啊，我年老的时阵会怎样？下次你捌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少年的时阵做好命，但是我年老的时阵做歹命。哦，兄弟姊妹唔通安尼祈祷，对不对？咱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少年的时阵虽然是放荡唔捌，但是到我年老的时，我的目睭拿金，我拿亲信，你是我的主。所以彼得的人生对咱来讲，就是一个故事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耶稣甲彼得讲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你少年的时阵家己捌，意思是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哦，你也要去对，你可以对。
但是耶稣甲伊讲，独到你到年纪大年老的时，你要真自愿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，你要伸出你的手，甘愿为着十字架来受掠受绑。人要拖你去你不爱去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讲了基督徒甲2000年来教会一个上奥妙的十字架的智慧。这句话叫做放弃权利。真侪基督徒无法度享受十字架荣耀、尊贵甲明白迄个智慧，是因为咱有真侪坚持，咱无愿意放开这个双手，互主来使用。咱对真侪的利益有所主张，但今仔日个圣经耶稣所彼得的一个宣告，其实叫做放弃权利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圣神对你讲话。你有看到这个寡妇19节，因为这句话当时耶稣无甲伊讲解说清楚，但是因为约翰比彼得嘅活足侪年，伊到年老是伫一个岛屿办摩岛屿，伊伫遐互关监到伊年老，所以有真侪时间去回忆，有真侪时间去想象，有真侪时间去想耶稣所做所讲的话，伊的真正意思。所以约翰将这句话写起来，19节，伊先看赴。当然，耶稣当时有甲彼得讲来对我，但是约翰佫甲伊做一个解说。伊讲耶稣甲彼得讲这句话的时，伊是咧讲起我的兄弟彼得，将来伊的性命要荣耀上帝。也这你愿意你的一生会发光吗？你愿意你的家庭、你的性命所做所行所讲，会当归荣光互天父上帝吗？咱未堪得，咱嘛唔敢把握，但是咱会当甲上帝讲阿门，对不对？咱会当甲耶稣讲阿门。耶稣，我遮尔未堪得，我是遮尔粗俗的人，但是你若愿意，一点点啊，我所做的好来归乎你，一点点啊，我所做的好来归乎你。耶稣讲：伫小事顶悬尽忠，伊才会当伫大事顶悬尽忠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拢个一概决志讲，我要做基督徒，好唔好？咱个一摆，定心问你家己讲，做基督徒这个年日中间，我用什么种的态度、方式来过我基督徒的生活？也在拼命，你若愿意对今仔日开始拼命做基督徒，你一定袂后悔，因为当咱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，所以讲连你无做的，连你无讨的，我嘛拢已经为你备办，因为你成就我的国，甲我的义。你想象袂到的，你毋捌为着自私的缘故，甲上帝祈祷的，上帝为着你的疼，伊甲你备办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定心决志，每一个人家己决志家己的部分，你免替你的囡仔决志，因为你替你的囡仔决志，无一定有效。你会当鼓励伊，但是你袂当替伊做决志。咱每一个人，咱甲上帝讲，主耶稣，你若愿意我改变。主耶稣，你若愿意改变我；主耶稣，你若愿意我的生命改变。主求你接纳我伫你面前的祈祷。主，你知，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生命做这个决志。当耶稣甲彼得讲：“你来对我的是彼得迄头脑毋知是迄个100智商150、160的，伊马上就话过讲。耶稣啊，那伊咧，我对你的是
你爱我手红咧，掠去北，掠去牵去我不爱去的所在。伊越过看到约翰，伊甲讲：耶稣啊，伊的将来会怎样？会轻分，会计较，会怨妒。耶稣讲：你专心对我，这个人的将来怎样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耶稣就甲伊讲：你专心对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三项祈祷：第一，咱的生命需要耶稣的氧气，咱需要互耶稣的疼摸着。当咱更较深明白耶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深，真正认捌耶稣的疼了后，咱的生命就要互这个主爱包掉咧。咱的生命永远要有一个满足甲幸福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要养饲别人进前，咱爱先得到养饲。这是今仔日的故事。耶稣先叫醒唤醒彼得、约翰、拿但业甲这个多马。这个人受耶稣定心的唤醒了后，因的消沉意志，因定心得到洁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互主养饲咱。然后，咱欢喜对耶稣的脚步，做耶稣所做的代志，祈祷耶稣所祈祷的代志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讲：主啊，若通互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无照我家己的意思。主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我的生命，亲像伫天里。愿咱亲像耶稣。因为咱的耶稣要做咱的大牧者。今日圣经以赛亚第40章11节，伊讲天父上帝要亲像羔羊的，抱咱伫伊的行径，互咱安稳自在。咱的上帝，咱的主耶稣要做咱大牧者，伊甚至要互恁做父母，互咱做中级的人。圣经讲，慢慢带遐个互羊啊，第3章。慢慢带遐个互羊啊食灵的意思，就是讲遐个羊母，羊母就是咧饲羊仔囝迄个羊母。伊讲带即个羊母，互迄个饲羊仔囝的，伊嘛得到羊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伫今仔圣经中间，兄弟姊妹，敬虔、安静，常常听候。上帝圣神要对你讲话，就亲像耶稣来到彼得因的身边，伊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当咱若谦卑、敬虔、安静伫主的面前，咱要听到上帝的声。兄弟姊妹，祈祷上重要，毋是讲话互上帝听。祈祷上重要，是伫咧安静的时，主耶稣伊要将上帝的旨意，伊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愿你咱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福气，会当听到主的声。愿咱听到主的声的时，咱无着惊。伊讲：少年的时，你家己把照你所爱去做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到你年老的时，你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你要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放弃你的自由，放弃你的权利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勇气赏赐给咱。我将寡妇提掉，约翰福音1章19节，我将约翰所写迄个寡妇给提掉。我用一个正面的耶稣对咱所讲的话，伊讲：当恁来跟对我的时，恁的生命就要荣耀我天顶天父上帝。现在你相信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，互你的囡仔，伊的一生所行所做，是要荣耀上帝吗？愿天父上帝，这时求咱来跟对伊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到主的声，看到主耶稣，咱对主耶稣讲：是你吗？愿咱听到彼得所听的话讲：你听我较深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愿圣神帮助你，
帮助我，帮助咱每一个人。咱愿意，甲主耶稣讲，主，我愿意。也这讲会出嘴吗？主，我愿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照耶稣的交代，做耶稣做做的事。耶稣甲彼得讲：饲我的羊仔，照顾我的羊仔，管理我的羊仔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做伙来建立一间真正是咧栽培基督徒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愿咱甲上帝讲，甲主耶稣讲，是主耶稣，我欢喜也好，我无欢喜也好，这拢是你交代我做的工课，对不对？愿这间教会是养育、管理、照顾人的教会。使徒行传20章28节，伊嘛是约翰所，这是路加所写的话。伊讲圣神已经设立咱，做你的囝儿，做教会的监督，恁爱警醒、谨慎照顾上帝的教会，因为上帝的教会内底每一个你的兄弟姊妹，伊拢是耶稣所听的。愿咱做伙同齐，做耶稣爱咱做，照顾耶稣所教予咱的。无论是第一摆来的，无论是拄拄信主无偌久，愿每一个人拢伫主耶稣的听来得到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阮恭敬来读约翰福音21章，阮来回想这个记载伫福音书内底的故事。阮看到你对你的门徒所讲的话，阮对心中嘛对耶稣你讲阿门。因为你实实在在通过这个故事，嘛将这个阳光的权柄放伫阮的手中，从阮手中所摕这个十字架，这个锁匙就要拍开真理活命道路的门。愿你手持属天的权柄，你掌管这间教会，找起阮，成做各样的人。主，阮对你讲，我伫这，请你使用我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